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星聞。2019年平安夜嗰晚，當全香港人都喺度準備慶祝聖誕嘅時候，娛樂圈突然爆出一單大新聞：40歲嘅徐子珊宣布退出娛樂圈。唔係講笑，呢個消息一出，即刻衝上熱搜第一位，全城譁然。點解？因為佢唔係普通嘅退圈，而係徹底消失嗰種。賣晒香港嘅樓同車，變咗成2000萬現金，即刻飛去歐洲。社交媒體全部註銷，連圈中好友都揾佢唔到。吳卓羲喺節目度公開喊話：邊個見到子珊，麻煩話佢知我好掛住佢。就連同佢拍咗咁多年戲嘅老拍檔林峰都講佢係失蹤人口。你話離奇唔離奇？一個當紅嘅 TVB 花旦，金像獎影后，4料港姐冠軍，點解會突然間咁決絕咁走？呢個女人究竟經歷咗啲乜？今日我哋就嚟揭開呢個謎團，由頭講到尾，包你聽到目定口呆。講起徐子珊呢個名，你第一個諗起嘅係乜？係佢對厚嘴唇，定係最醜港姐呢個惡毒稱號，定係佢同吳卓羲、林峰、黃宗澤嗰啲講唔清嘅緋聞？但好多人唔知嘅係，呢個女人嘅人生由細到大都係喺度同命運搏鬥。1979年6月19號，徐子珊喺香港出世，祖籍廣東惠州博羅，係客家妹仔，屋企做生意嘅，唔算窮，但都唔算好富有。4歲嗰陣，阿媽送佢去學芭蕾舞，話就話培養氣質，邊個知道呢個決定會改變佢成世人。細個嘅子珊真係好中意跳舞，老師都話佢有天分，將來可以做專業舞蹈家。呢個夢想佢發咗成7年。11歲嗰年，悲劇發生咗，一次訓練，佢嘅右腳花嚴重受傷，醫生直接宣判死刑，以後唔可以再跳芭蕾啦。對一個11歲，成個世界都係芭蕾嘅細路女嚟講，呢個打擊簡直係天塌落嚟。佢成個人崩潰晒，成日地喺房度喊。但徐子珊就係徐子珊，3年之後，14歲嘅佢又企返起身，轉跳 hip hop 同埋 jazz， 仲跳得更好添。呢份唔認命嘅性格，後尾喺娛樂圈入面幫咗佢好多。讀書嗰陣，佢輾轉讀過幾間學校，最後考咗去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讀心理學。呢樣嘢好關鍵，因為佢由細到大都對人嘅心理好有興趣，想知道點解人會咁樣諗嘢。喺美國嗰幾年，佢唔單止讀到畢業，仲學埋日文、西班牙文、法文、葡萄牙文，加埋粵語、普通話、英文，一個人識講6種語言。呢一個港姐冠軍原來係學霸嚟㗎。2004年大學畢業，徐子珊返到香港，喺大昌行工程公司做市場策劃，同時兼職翻譯，月薪2萬幾蚊，生活過得唔錯。按理講，佢會就咁做落去，搵個有錢佬嫁咗，安安穩穩過世。但命運就中意玩人，佢個老闆突然問佢：你有冇諗過去選港姐？老闆嘅理由好簡單，港姐有半年免費培訓，當佢見識下世面。徐子珊諗咗諗，反正又唔係要入行，去玩下都無妨，於是報名參選。邊個知道呢個決定會令佢接落嚟嘅15年困喺一個金絲籠入面，想走都走唔到。2004年8月13號晚，港姐決賽喺將軍澳電視城舉行，評委有杜琪峰、莫文蔚、梁詠琪、陳小春呢啲大佬，司儀係曾志偉同阿叻，兩個出晒名刁鑽嘅主持人。徐子珊編號6號，25歲，係參賽者入面最大年紀嗰個，有人笑佢越選越老。但呢個老姑婆厲害咗喎，才藝表演佢跳咗一段熱辣嘅 hip hop， 阿叻當場讚6號跳起上嚟就係俾人利落，呢個係經過長時間訓練嘅。自選服裝，佢着住一條金帶做嘅斜裙，夠晒搶眼。但真正令佢封神嘅係問答環節。曾志偉拋咗個刁鑽問題：選完港姐之後，你會去好多慈善晚宴，有機會識啲達官貴人，咁樣可能會俾人誤會你係攀附權貴，你點睇？
呢條問題係陷阱嚟嘅，答得太謙虛，人哋話你假；答得太直接，人哋又話你拜金。徐子珊點答？佢笑咗笑，講：我覺得咩叫攀附權貴，完全係因為人心態問題。如果唔係特登需要識某一種類嘅人而達到某種目的嘅話，我覺得冇問題。滴水不漏，全場拍爛手掌。最搞笑嘅係4強抽籤環節，徐子珊伸手一抽，點知抽中自己個名。命運真係中意玩嘢。最後結果公布，徐子珊一次過攞咗4個獎：港姐冠軍、最上鏡小姐、國際親善小姐、修身美態獎，史上第一個4寮港姐。但奇怪嘅係，當前屆冠軍曹敏莉幫佢戴后冠嗰陣，佢表現冷淡，冇乜興奮。呢個成熟穩重，令人覺得佢同其他參賽者唔同，但都埋咗伏筆。佢對呢個身份其實冇乜歸屬感。不過爭議都嚟啦，同屆亞軍朱慧敏身材高挑靚女，季軍傅詩詩甜美可愛。相比之下，徐子珊嘅樣貌就俾人攻擊。最醜港姐呢個稱號，由呢一晚開始跟咗佢足足15年。五官唔夠精緻，有啲女生男相，把嘴好似香腸咁。25歲參選太老啦，呢啲聲音喺佢成個演藝生涯都冇停過。奪冠之後，徐子珊簽約 TVB， 本來定位係做綜藝主持，喺東張西望、娛樂直播呢啲節目露面。但一次意外令佢打開咗演戲嘅大門。2005年，佢去採訪黎明，俾呢個天王睇中，邀請佢做 MV 長情嘅女主角，仲一齊去咗日本拍。港媒即刻炒緋聞，話黎明送咗架價值20萬嘅 Mini Cooper 俾佢，標題寫黎明情迷口唇吸盤嘴，夠晒惡毒。雖然唱片公司出嚟否認，但呢單緋聞令徐子珊大紅。有曝光率就有機會。2006年，佢喺《女人唔易做》入面演鄧萃雯嘅妹妹海璇，呢套劇攞咗 TVB 年度最佳劇集獎，徐子珊開始入到觀眾視線。但就喺事業起步嘅關鍵時候，佢闖咗個大禍。2006年，鄧萃雯同高浩正主持電台性教育節目《勝在有心》，徐子珊同謝天華、歐倩怡做嘉賓，點知佢口沒遮攔，大談性愛時間、體位要求、敏感部位，講到天花亂墜。節目播出之後，輿論炸咗鍋，港姐冠軍大談性經，成為頭條新聞。TVB 高層樂易玲親自召見，劈頭就鬧：你知唔知你對港姐形象造成幾大損害？徐子珊即刻俾人踢出當時籌備緊嘅新劇《突圍行動》，差啲就俾雪藏。最後佢被逼召開記者會公開道歉，先至可以重新入組。呢件事令佢有咗口無遮攔嘅路人。後尾每次同男星合作，港媒都大做文章。佢自己後尾都認命。經常有人話我好易惹緋聞，我都唔知點解。反正只要合作過，無論幕前幕後，都會同我扯上關係。2007年開始，徐子珊嘅事業終於有起色。佢演咗《突圍行動》、《學警出更》、《舞動全城》，尤其係《學警出更》入面嘅文靜一角，令觀眾見到佢嘅演技。年尾，佢攞咗飛躍進步女藝員獎。同年，當年做港姐評判嘅杜琪峰點名要佢做電影《跟蹤》嘅女主角。呢套低成本文藝片，徐子珊全程素顏演女警，同佢以往嘅港姐形象完全唔同。2008年4月13號，第2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，徐子珊憑《跟蹤》攞咗最佳新演員獎。呢個獎意義重大，佢係 TVB 近年包新藝員入面唯一一個攞到金像獎嘅人，仲創造咗香港娛樂圈影視雙料新人王嘅歷史。呢個時候，佢已經同胡杏兒、楊怡、鐘嘉欣、陳法拉並稱 TVB 5大花旦，係無線力捧嘅當家花旦。出名之後，徐子珊逐漸揾到自己嘅戲路，腹黑女專業戶。佢最令人印象深刻嘅角色，幾乎都係心機女形象。呢種定位既係佢嘅優勢，亦係佢嘅枷鎖。2008年，
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橫空出世，創下平均47點、最高50點嘅恐怖收視，係 TVB 自1991年以嚟最高紀錄。徐子珊喺劇入邊演陸嘉美，一個因為父母離婚而價值觀扭曲嘅心機女，俾觀眾封為港劇心機教科書。佢有一場被阿媽用竹打嘅重頭戲，真情流露，眼淚係真嘅，唔係演出嚟。呢個角色令佢入圍最佳女配角最後5強，但最後空手而歸。2011年潛行追擊大爆，徐子珊演姚可可 Paris， 一個為求上位不擇手段嘅野心律師。佢同黃宗澤嘅 Co 哥 Co 嫂組合成為全劇最大看點，兩個人嘅吻戲拍到天昏地暗。黃宗澤後尾讚佢係 TVB 吻戲最好嘅女演員。當時 Bosco 同胡杏兒拍緊拖，為咗避免誤會，徐子珊主動催 Bosco 公開戀情，但港媒邊會放過佢，照樣炒緋聞。佢再次入圍最佳女主角最後5強，再次陪跑。2012年，徐子珊終於等到佢演藝生涯最重要嘅突破，《雷霆掃毒》入面嘅陳家碧，即係 Pat 姐毒后。呢個角色命運悲慘到極點，老豆係毒販，阿媽自殺，細佬變咗弱智。佢為咗照顧細佬，做個酒吧拳手，喺街邊賣個內衣，最後行上販毒嘅不歸路，成為毒后，結局悲慘收場。徐子珊後尾講，呢個係入行以嚟飾演過最悲慘嘅角色，亦係演藝生涯上一個新嘅突破。拍攝期間，佢情緒好波動，每日收工之後都唔想講嘢，唔想接電話。雷霆掃毒首周平均29點，大結局平均35點，最高38點，內地播放量4.6億，係2012年度 TVB 劇內地視頻網站播放量第1名。呢一次佢終於攞獎啦！我最喜愛嘅電視女角色。頒獎嗰刻，佢泣不成聲，講咗一段令全場都喊嘅獲獎感言。最喜愛呢個詞對我嚟講一向都好遙遠。我入行已經好長時間，但所演嘅角色都唔俾人中意。多謝 TVB 4000幾個員工投票俾我。一個俾人鬧咗8年最醜港姐、演技差、緋聞女王嘅女藝人，終於得到觀眾認可。哪怕只係一個我最喜愛嘅角色，而唔係佢心心念念嘅時候。冇錯，嗰年嘅最佳女主角俾咗名媛望族嘅楊怡。徐子珊第3次入圍，第3次陪跑。2013年，佢同黃子華合作《埋剩 Lady》，首次挑戰喜劇角色，第4次入圍事後，依然空手而歸。8年4次入圍，4次陪跑。呢個紀錄成為港媒津津樂道嘅話題，亦成為佢心中難以言說嘅遺憾。講到感情，徐子珊嘅八卦真係講3日3夜都講唔完。佢自己都認命，只要合作過，無論幕前幕後，都會同我扯上關係。港姐奪冠之前，佢有過一個圈外男友溫迪倫，拍咗1年半拖。據港媒報道，兩個人分手之後，溫迪倫日日借酒消愁，仲喺個人網頁暗示徐子珊見利忘義。入圈之後，佢個名同一長串男星綁埋一齊，黎明、馬德鐘、謝天華、吳卓羲、林峰、黃宗澤、馬國明、沈震軒，幾乎每演一套戲就傳一段緋聞。其中最具爭議嘅係同已婚 TVB 新老闆陳國強嗰餐飯。2010年前後，有人影到佢同陳國強喺 IFC 郭金軒共進晚餐。之後，徐子珊攞到提前續約5年、加薪3成嘅待遇，俾力捧做女1號，引發外界包養傳聞。佢公開否認，但港媒唔依不饒。2012年，高海寧同陳國強嘅緋聞曝光之後，又有人傳徐子珊同高海寧爭寵反目。最戲劇性嘅緋聞係同吳卓羲嘅持續15年糾纏。兩個人由2005年港姐競選時相識，一齊排練過社交舞，合作過突圍行動、法證先鋒3等多套劇。港媒笑佢哋係演技最差嘅小生同小花，但呢種調侃反而令兩個人成為惺惺相惜嘅知己好友。2011年，事情鬧大咗，
吳卓羲嗰陣嘅女友張馨予喺社交賬號發文：老天爺保佑，香腸姐姐離開我嘅視線。因為徐子珊把嘴比較厚，俾張馨予改咗呢個花名。更尷尬嘅係喺梁靜琪同黃敏豪嘅婚禮度，徐子珊同吳卓羲俾人安排坐同一圍。張馨予覺得正牌女友嘅地位受到挑釁，幾番折騰之後，同吳卓羲分手。徐子珊多次澄清同吳卓羲只係好友關係，但多年之後，當佢退圈消失，吳卓羲喺綜藝節目入面公開喊話：真係好掛住子珊，邊個有佢聯繫方式或者見到佢本人，麻煩話佢知，我好掛住佢，連佢都揾唔到佢啦。喺呢一連串緋聞入面，只有一段戀情係徐子珊本人公開承認嘅，同導演游乃海嘅3年感情。兩個人因為電影跟蹤相識，呢套係徐子珊嘅銀幕處女作，亦係游乃海首次執導電影。游乃海係香港著名電影人，編劇作品包括《向左走》、《向右走》、《瘦身男女》、《百年好合》等，同杜琪峰係長期搭檔。呢段戀情持續咗3年，由2007年到2010年。分手原因，徐子珊講得好直接，對方劈腿，有咗新女友。呢個大概係佢唯一一次喺感情問題上如此坦誠。可能就係呢次俾人背叛嘅經歷，令佢之後對感情保持住謹慎嘅距離。喺徐子珊嘅演藝生涯入邊，仲有一個俾網民津津樂道嘅梗：不死身傳說。潛行追擊入面，佢演嘅姚可可俾人槍擊心口，跌落海，愛你必死無疑。但編劇俾咗個神奇解釋，佢個心臟長喺右邊，所以躲過一劫。神槍追擊更加離譜。佢演嘅角色多次經歷槍戰同大爆炸，甚至有一場轉凳避子彈嘅戲碼，但每次都安然無恙。網民驚呼佢延續咗不死神話，封佢做 TVB 4大奇人之一。點金聖手入面，佢由山頂跌落山崖，依然大難不死。呢一種編劇護體嘅待遇，某程度上講明佢喺 TVB 嘅地位。公司捨得俾佢嘅角色死，但又始終唔肯俾佢一座視后獎杯。2014年，佢憑2013我愛 HK 恭喜發財入面喊笑難分嘅演技，攞咗金話梅最爛女主角嘅公頭。呢個諷刺意味濃厚嘅獎項，對佢嘅打擊可想而知。同年嘅神槍追擊入邊，佢嘅不死神話俾網民惡搞成各種表情包，成評都係轉凳避子彈嘅截圖。2015年，徐子珊同 TVB 嘅合約到期。喺11年嘅賓主關係入面，佢演咗無數套戲，塑造咗無數個心機女角色，3次入圍視后，但始終陪跑，俾人鬧咗11年最醜港姐，但從未真正翻身。佢選擇唔再續約。離開嗰陣，佢講：2015年合約完結時，拍劇季精唔夠多，仲宣布減產、結婚及離巢。當記者追問離開係咪同多年未獲獎有關，佢否認，但外界都睇得出佢個心已經唔喺度啦。離開 TVB 之後，佢做咗件出人意料嘅事，關閉自己嘅影迷會，開始修讀珠寶設計課程。2016年，佢簽約王祖藍旗下嘅公司，轉去內地發展。王祖藍曾經承諾為佢量身定做電影，但因為種種原因，遲遲未能開拍。4年時間，佢只上映咗一套戲《守護神之保險調查》，曝光率大減，幾乎唔參與綜藝。曾經嘅 TVB 5大花旦就咁樣逐漸淡出公眾視線。同時，佢悄悄做咗另一件事。2017年開始，以半工半讀形式修讀香港大學心理學碩士課程。冇人知道呢個係佢為嗰個最終決定所做嘅準備。2019年6月，徐子珊順利由香港大學獲得心理學碩士學位。6個月之後，2019年12月24號平安夜，佢喺 Facebook 發佈咗一則消息，宣布正式退出娛樂圈。同一日，佢嘅航班離開香港，飛去歐洲。消息公布之後，迅速登上熱搜榜首，外界震驚。
一個正當紅嘅藝人點解會喺40歲呢個年紀選擇退出？佢嘅解釋比任何緋聞都更加令人心酸。佢講：其實我好似唔係做自己，好似一個形象。我回想從前每日會用2個鐘頭，只係化妝、整頭、換衫，所謂靚仔靚女。跟住好介意每日，例如我今日生咗一粒暗瘡。又講以往係為一個形象開工，每日花2個鐘頭化妝，好注重外表，生粒暗瘡都覺得自己錯，好有壓力。仲講到自己性格上嘅問題。過去3年簽咗經理人公司，但覺得係人哋照顧我，好溫室，令我唔知道點樣應付好多嘢，幾時進退都唔知。工作之外，我人際關係有障礙，性格亦有缺陷，要包容自己，只係過去15年先至醒悟到。講到學業追求，有掙扎過，但又真係好鍾意讀書。之前又返學又拍劇，好辛苦，好在成功畢業。我希望繼續呢方面發展，冇諗到要學到邊個階段，但會係心理學研究，可以繼續讀博士，教育同臨床方面，想去外國進修，讀得明同讀唔明嘅都要學，生活上嘅智慧，所以會去第啲地方生活，將基地搬去外國，俾更多嘅時間同空間做自己想做嘅事情。講到呢份勇氣，呢份勇氣係送自己40歲嘅禮物，所以想盡快走。佢嘅離開決絕得令人心驚，賣咗香港嘅樓同車，變現約2000萬港紙，註銷晒所有社交媒體賬號 Facebook、Instagram 全部關閉，移居歐洲，計劃喺曼徹斯特大學修讀臨床心理學博士課程嘅目標，成為一名臨床心理學家。連圈中好友都措手不及。吳卓羲話揾佢唔到。林峰話佢係失蹤人口，只有孫孫透露仍然同佢保持聯繫，但唔肯透露好友近況。當記者問佢會唔會回頭，佢講就算係都係幕後，唔會幕前。當記者問佢以後想過咩樣嘅生活，佢講咗句好有意思嘅話：食薯仔比食米芝蓮更加開心。退圈之後嘅5年，徐子珊真正做到咗同娛樂圈嘅完全切割。佢好似人間蒸發咁消失咗，冇復出預告，冇商業活動，甚至連社交媒體上面嘅一張自拍都冇。偶爾有人喺歐洲嘅某個角落偶遇佢。2020年尾，有人喺香港商場影到佢買化妝品。2021年4月，佢出席關禮傑老婆嘅生日會，一個私人朋友聚會。2022年，佢罕見咁公開露面，出席馬來西亞嘅一場慈善晚宴，為 Healing Empowering Lives 籌款。嗰個係退圈之後佢唯一一次正式嘅公開活動。2025年6月，有網民喺法國巴黎曲園美術館偶遇徐子珊。相片入面嘅佢打扮樸素低調，着住白色連身裙同波鞋，留住一頭長捲髮，身形比以前圓潤咗啲。冇精緻嘅妝容，冇名牌傍身，睇落就好似一個普通嘅遊客喺世界名畫前面駐足沉思。偶遇嗰個人講，佢對眼透露出平和同淡然，完全冇咗當年喺鏡頭前面嘅緊繃感。當有記者喺歐洲認出佢嗰陣，佢轉頭就走，只係留低一句話：我已經唔係娛樂圈中人啦，唔好影我啦。佢嘅珠寶品牌 Kate Sue I依然喺默默運營緊。呢個品牌創立於2017年，佢為此投資咗過百萬港幣。首個系列叫 Rabbit 到 Duck Illusion 兔鴨錯覺，靈感嚟自認知心理學嘅鴨兔錯覺理論。珠寶由一個角度睇係鴨仔，換個角度又變成兔仔，寓意由唔同角度睇待事物。開業短短半年，品牌已經收支平衡，仲攞咗創業新星獎。產品定價由1萬到幾十萬港幣唔等，提供全球託運服務。2025年，有粉絲喺品牌賬號下面留言表達思念，令所有人意外嘅係徐子珊竟然點咗讚。呢個係佢退圈之後極之罕見嘅互動，一度引發復出嘅猜測，但最後乜都冇發生。品
品牌預計2025年秋季推出新系列兔鴨錯覺2，每個作品會附送徐子珊嘅親筆簽名同寄語。有顧客收到佢親手寫嘅心意卡，俾佢嘅用心感動晒。至於佢嘅學業，據維基百科資料，佢移居英國之後喺曼徹斯特大學修讀臨床心理學博士課程。如果一切順利，佢將來會執業成為一名臨床心理學家。呢個夢想要追溯到佢喺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主修心理學嘅大學時代。繞咗一大圈，佢終於返到最初嘅起點。徐子珊退圈之後，一個有趣嘅現象出現咗，觀眾開始懷念佢。當佢仲喺圈入邊嗰陣，網上滿滿都係謾罵：最醜港姐、演技差、緋聞女王、無線女屠夫。但當佢真係消失之後，人哋突然意識到佢其實被低估咗。年少不知子珊好，錯把師貝當成寶。有網友咁樣感慨。重新翻睇佢嘅舊作，觀眾發現咗好多以前忽略嘅細節。《溏心風暴之家好月圓》入面，陸嘉美俾阿媽用竹打嗰場戲，佢嘅眼淚係真實嘅，情緒層次分明，唔係假演。《雷霆掃毒》入邊，陳家碧由一個身世可憐嘅女仔，逐漸墮落成為毒后嘅過程。佢嘅表演細膩入微，每一個眼神都有故事。《千方百計》入面，佢將藍萍一角由瘋癲痴情演到果敢堅強，層次感十足。呢個係佢自己講過，係今為止最中意嘅電視角色。杜琪峰當年選佢做港姐冠軍之後，喺跟蹤入面點名要佢做女主角。曾志偉因為2013我愛 HK 攻擊發財入面嘅表現，讚許其演技，睇好佢提名金像獎最佳女主角。麥兆輝導演喺大搜查入面對佢讚賞有加。呢啲專業人士嘅認可，證明佢嘅演技並非一無是處，只係喺嗰個以外貌論英雄嘅娛樂圈，佢對厚嘴唇同女生男相成咗永遠洗唔脫嘅原罪。2024年雷霆掃毒開播12週年，大量網友發帖懷念徐子珊。呢啲年過得仲好嗎？呢個問題反覆出現喺各大社交平台上面。同年9月，陳敏之喺一檔節目入面自爆，曾經因為對手戲演員經常 NG 而同對方結仇。外界猜測呢個人係徐子珊。當年拍《美麗高解像》嗰陣，陳敏之用戴住戒指嘅手掟到徐子珊面腫，兩個人一度傳出不和，但徐子珊冇回應，佢已經唔喺嗰個世界啦。回顧徐子珊嘅人生軌跡，你會發現一個貫穿始終嘅主題。佢一直都喺逃離某種自顧。4歲學芭蕾，11歲因傷被迫放棄，命運奪走咗佢嘅第一個夢想。14歲轉學 hip hop， 25歲參選港姐，佢用舞蹈揾到咗新嘅出路。港姐奪冠，簽約 TVB， 佢進入咗一個光鮮亮麗但又充滿規則嘅世界。俾人鬧最醜港姐，俾定型做心機女。佢接受咗命運俾佢嘅劇本，3次衝擊試後3次陪跑。佢學識咗喺失望入面保持微笑。40歲，佢終於做出咗最後嘅選擇，離開。佢講，過去多年似為形象而活，失去自我，加上性格缺陷，令人際關係有障礙。呢一句話嘅分量，只有經歷過娛樂圈嘅人先至真正明白。喺嗰個世界入面，你把面係商品，你個名係標籤，你嘅一言一行都俾放大解讀。你唔可以肥，唔可以老，唔可以有缺陷，唔可以犯錯誤。你必須時刻保持完美嘅形象，哪怕呢個形象同真實嘅你相去甚遠。徐子珊講，佢每日花2個鐘頭化妝打扮，新粒暗瘡都覺得自己錯。呢個唔係表情，呢個係一種真實嘅心理壓力。當一個人嘅價值完全建立喺外在形象上面嗰陣，任何一點瑕疵都會成為焦慮嘅來源。更殘酷嘅係，佢被賦予咗一個永遠擺脫唔到嘅標籤——最醜港姐。呢個標籤跟咗佢15年，無論佢演技點樣進步，無論佢攞幾多獎項，只要有人提起佢，
第一反應永遠係嗰個把嘴好厚嘅港姐。2012年攞獎嗰陣，佢含淚講：最喜愛呢個詞對我嚟講一向都好遙遠。我入行已經好長時間，但所演嘅角色都唔俾人中意。呢一句話係15年壓抑嘅總爆發。所以當佢40歲嗰陣，佢做出咗一個決定，唔再為形象而活，賣咗間樓，賣咗架車，註銷社交媒體，切斷同娛樂圈嘅一切聯繫。佢要嘅唔係退休，而係重生。佢選擇去讀書，唔係為咗鍍金，而係因為佢真係中意心理學。佢嘅大學專業就係心理學，繞咗15年，佢終於返到自己最初熱愛嘅領域。佢選擇做珠寶設計，唔係為咗賺錢，而係因為佢想創造啲有意義嘅嘢。佢嘅珠寶靈感嚟自認知心理學嘅鴨套錯覺，寓意由唔同角度睇待事物。呢個何嘗唔係佢人生嘅隱喻？佢選擇移居歐洲，唔係為咗逃避，而係為咗有更多時間同空間做自己想做嘅事情。當有人問佢會唔會後悔，佢講：食薯仔比食米芝蓮更加開心。呢句話係佢對過去15年最好嘅總結。2025年嘅今日，徐子珊已經46歲啦。佢唔再係港姐冠軍，唔再係 TVB 花旦，唔再係嗰個俾無數鏡頭追逐嘅女明星。佢只係一個喺歐洲過住普通生活嘅中年女人，偶爾設計幾款珠寶，偶爾去美術館睇展，偶爾俾顧客親筆寫一張心意卡。佢嘅選擇喺娛樂圈係罕見嘅。大部分藝人去圈之後，一係復出，一係炒作，一係喺社交媒體上面維持存在感。好似佢咁樣徹底消失，拒絕任何曝光嘅幾乎冇。有人話佢可惜，40歲正係事業嘅黃金期。有人話佢灑脫，名利於佢不過係過眼雲煙。有人話佢勇敢，能夠喺繁華入面抽身離去，需要莫大嘅勇氣。但可能最識佢嘅係佢自己。佢曾經講：我想對觀眾講嘅係，要真正愛自己，擁抱自己，擁抱你嘅優點，亦接納你嘅缺點，並努力變快樂。呢句話係佢用15年嘅娛樂圈生涯換翻嚟嘅領悟。喺嗰個以美貌做通行證嘅世界入面，佢俾人嘲諷咗15年。喺嗰個以收視率論成敗嘅行業入面，佢陪跑咗8年。喺嗰個以緋聞做話題嘅輿論場入邊，佢被消費咗15年。最後，佢選擇用一種最決絕嘅方式揾翻真正嘅自己。呢個可能就係一代女神消失背後嘅真相。佢冇消失，佢只係換咗一種方式生活，一種唔需要為形象而活，唔需要俾鏡頭追逐，唔需要喺頒獎禮上面強顏歡笑嘅方式。嗰個曾經俾人鬧最醜港姐嘅女仔，而家喺巴黎嘅美術館入面，着住白色連身裙同波鞋，安靜咁欣賞一幅畫。佢對眼入邊冇咗15年前嘅緊繃同不安，只有平和同淡然。可能呢個先至係佢最靚嘅樣。如果你都中意呢個故事，記得幫我點個讚同訂閱。下期再見。